你究竟是不是神仙？你拜拜我不就知道了吗？娘子在上，请受夫君一拜。不如趁此良辰美景，你我夫妻二人把前因后果娓娓道来。编剧就跟写戏的话本先生一样。哦，大到两个完全不同制度的国家，小到一草一木，都是我创造的。所以他们是谁，要做什么事情，要经历什么多的波折，我大都知道。所以我一进来就知道你要杀我，所以也就才躲过一劫。所以其实我只是画本中的人。不是的，虽然一开始我也觉得他们不过就是一堆纸片人罢了，但后来我发现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，这不是我创造的，这是你们自身的真情实感，跟我们一样。你生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？是像花园城，还是像玄虎城？我们的世界，在我们的世界里，男人做主还是女人做主这件事情上，有些时候像花园城，有些时候像玄虎城，这本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，所以我就写了这个故事。你的世界有没有可能也是一个编剧创造的？有可能啊，反正真真假假，谁说得明白？你们世界的编剧都像你这么可爱？那不仅是可爱，而且还特别有才华。每一个编剧在创造自己的故事的时候，都会特别的用心。虽然有时候会有一点小漏洞，有时候会撒撒狗血，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自暴自弃的无聊梗，但是他爱他笔下的每一个角色，有时候还会跟角色谈恋爱。那你有跟裴恒谈过吗？这其实不一样，你是男主角，男主角呢是属于女主角的，男二呢是属于大家的。裴恒不知道这事吧？当然不知道了。不许告诉他，这个事吧，只有我能知道。哎，这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呀？结局啊，原本是楚楚继任了城主，日月同辉，天门大开。我也是写到这儿的时候睡了过去，才来到这个地方。所以我猜测啊，可能要等到日月同辉、天门大开的那一天，我才能够回去。你是不是怕我离开啊？当然不会。等你走了，我就回玄虎城，然后那300个妾室，我一天换一个，一天换一个，我哪有时间想你啊？可是，一年呢，有365天，剩下65天怎么办啊？剩下65天，切，你管我？你都要走了，还管那么多？那剩下的65天，你留给我好不好？倩倩，你愿意留下来？我发誓，我刚才都是胡说的。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别人我一个都不要。你们下去吧，这里有我就够了。请少君夫人服侍少君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在玄虎城，以男子为尊。这不合规矩啊！是啊。但在我心里，夫人为尊。
怎么样？水温还行吗？干嘛？人都走了还不松开？让你受委屈了。是不开心了吗？是你太好了。那你还要回娘家吗？不回了。我不想扔下你一个人。你这回到花园走了一遭，什么事儿都没办成，还带上了我这个拖油瓶。不请肉，为难你啊。切，不就是玄武城吗？不就是大老虎吗？那我陈小尖还有刺儿呢。是，你最厉害。城主夫人，少军那边什么情况？少军那边说。少军竟给花园城的女人洗脚，岂有此理！堂堂七尺男儿，怎么会向一介妇人低头？